在洽公业务办完后，要如何送客呢？先教大家一句：办好了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这句话可以让民众知道办理的业务已经完成了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很好啊之后，还可以加上什么，让民众觉得公务人员很有礼貌呢？有4个例句。比如说，第一个，長來了，長來了。華語的意思是再見，歡迎您再來玩。這句很常用哦，我們來念2遍。長來了，長來了。第二個，緩行，緩行，慢走的意思。第3句，愛生意哦，愛生意哦，意思是要小心哦，叮咛关心民众路上要小心哦。再来也是关心民众路上安全，愛注意安全哦，愛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我们学完这4个例句之後呢，接下來我們來實際練習一遍。第一個，很好啊，長來了，很好啊，長來了。好，第二個句子呢，很好啊，緩行，很好啊，緩行。第3個句子，很好啊，愛生意哦，很好啊，愛生意哦。好，第4個呢，很好啊，愛注意安全哦，很好啊，愛注意安全哦。以上这些句子都是我们公务员朋友们在办公时常会用到的问候语。如果你都学会了，还能运用出来，因大家乡亲会感觉很紧张哦，很厉害，很紧张哦，你很厉害哦。